年仅15岁的台湾演员文琪，本名陈文琪，2017年凭着电影《嘉年华》入围金马影后，更以《血观音》夺下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她精湛的演技和灵气被誉为天才少女。不过近期文琪因为合约纠纷和前经纪公司撕破脸，她的父亲也出面指控公司不但拖欠片酬，甚至罔顾女儿的学业。文琪近日遭前经纪公司金色池塘传媒指控她私接工作，无故提出解约。文琪父亲其后在微博上发声明，为女儿喊冤。文琪爸爸表示，女儿自12岁开始签约金色传媒，但该公司不但对文琪没有任何专业课培训、文化课培训及规划，对她的日常及学业极度不关心，甚至也没有给文琪配备专业的经纪团队。文琪父亲表示，起初签约之际，金色传媒承诺会为文琪量身打造影视剧项目及杨洋导演的某热播电视剧专案女主角，最终都未履行。不仅如此，还屡次隐瞒拖欠片酬，有部分片酬至今未付。就是因为这样，才决定和金色传媒解约。文琪爸爸表示，作为父亲，我只希望孩子能够开心、快乐的成长，做他想做的事情，能够得到专业的学习与进步，并指控金色传媒的声明对文琪造成极大伤害。